喺能源巨頭 ConocoPhillips 股票代號 COP， 一個令人振奮嘅投資機會正浮現。佢嘅市盈率只有 13.49， 市淨率更低至 1.82， 加上高達 3.52% 嘅吸引股息率，呢個嚴重低估兼高回報潛力，係咪預示住 COP 將會係你尋找嘅下一隻能源寶藏？立即深入探索。ConocoPhillips 係全球獨立能源巨頭，專注喺石油天然氣嘅勘探同生產。佢哋嘅業務遍佈全球，資產組合非常龐大，確保全球能源供應。市值超過1190億美元，顯示佢喺能源市場嘅巨大影響力。但係，呢隻能源巨頭嘅估值竟然被市場低估。佢嘅市盈率僅為 13.49， 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。市淨率 1.82， 意味着佢嘅資產價值尚未被充分反映。加上 3.52% 嘅吸引股息，為股東提供穩定嘅回報。再睇埋宏觀經濟，美元持續走弱，年跌幅達 9.4%， 呢個對大宗商品係一個大利好。黃金、白銀價格持續攀升，證明商品市場氣氛熱烈。而石油嘅 Google 搜索量亦穩步增長，呢啲都係利好能源股嘅信號。ConocoPhillips 嘅財務基礎穩健，佢嘅負債權益比保持喺低水平，最近幾年平均約 0.38， 顯示公司嘅債務管理良好。強勁嘅自由現金流，對淨收入比率維持喺 0.8 以上，以及健康嘅速動比率，都體現咗公司出色嘅流動性同現金生成能力。雖然公司財務穩健，但佢嘅增長速度較為溫和。營收同 EBITDA 嘅複合年增長率都係 0.05 左右，顯示佢係一個成熟型企業。而過去幾年嘅資產回報率、股本回報率等效率指標，喺2022年達到高峰後，近期有輕微下降趨勢，值得我們留意。然而，投資者必須注意 ，ConocoPhillips 嘅實際年化回報係負 0.03， 遠低於預期嘅 0.16。喺過去嘅30、90、365日，佢都跑輸大市同行業，即使喺60日表現相似。呢個表明，儘管估值吸引，近期嘅股價表現並唔理想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